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不知道在各位你的心中呢，蔡正南是什么样子？你对他的了解是什么呢？我曾经在好几个讲座当中，尤其是对着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你们认识蔡正南吗？那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很熟啊，很熟，他是很棒的资深硬底子老演员。是啦，没错，他是资深硬底子老演员，没有错。但是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其实当有人说他是资深硬底子老演员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他很年轻。蔡正南其实是创作者，也是很棒的歌者。所以呢，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呢，就要来介绍蔡正南老师。好，那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好，算是影响我的人之一。影响的有多深呢？等一下慢慢跟你说。那相同的，一开始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对于我的节目很喜欢的话，欢迎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评分5颗星。同时，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都会有一则贴文在我的粉丝页上面，那大家你可以跟我互动，你可以留言给我，或你私讯给我也可以，这样之后 OK。我们来聊南歌，我这一集要好好的聊南歌。南歌之所以叫做南歌呢，是因为其实以前我见过大前辈们遇到他都叫他错档因为他以前开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名字叫做艾丽亚，台语谐音就是叫艾丽也有艾丽亚，艾丽亚很爱你的意思啦吼。尾啊咧，因为一等到一个侯孝贤导演跟吴念真导演，然后呢，开启了他演戏的大门，开始了演电影，从那个包含斗嗓吼，还有更早以前是演的那个叫李天禄老师的李天禄阿伯，那个叫做戏梦人生，然后呢就开始还帮电影写歌，接着呢从创作者一路变成了歌手。那在他要发行专辑之前呢，唱片公司企划就有一个 idea， 就说叫蔡正南好像有点太有距离了，于是就想到说我们都叫他南歌就好了。于是后来呢，几十年来大家都叫他南歌，介绍他也都会说我们欢迎南歌蔡正南这样子。他写过的歌很多最早一开始他写的是华语歌，那一首歌呢正好遇到中美的断交，然后他歌名又很糟糕，叫做你不爱我我爱你。那个时代还有电检制度，于是他的歌就被禁了。新闻局当时新闻局就是现在的文化部就说中美都断交了，美国人都跟我们切八段了，你怎么还叫做你不爱我我爱你呢？给你禁，那个就生气了他就说好我后盖拢不爱写恁华语歌，我写台语歌就好啊。而且呢，唱片公司自己开，唱片自己卖。然后他们在台中他住在台中，他们那里有个餐厅西餐厅，他就有一次去看到有一个人在上面唱西洋歌，好爱觉得这个人来唱他的歌一定会红，就帮他量身定做，而且去说服了他，就是后来的沈文程。于是呢，那歌一出来的时候啊，因为以前的媒体不多歌一出来，大街小巷一播下去，夜市啦电台一播下去，隔天家门口就唱片公司中盘商就来排队了，补货补不完，全台大红，就是那一首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后来南歌呢，陆陆续续又写了很多歌包含蔡秋凤的金包银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阮的生命不值钱。好，然后呢，还有阿吉拉
也写过歌，妈妈的心内，点点是关怀。他写歌很有嗅觉，都会中。超级厉害的，连司马玉娇都写过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知道司马玉娇是谁？如果你是我的年纪，或比我小一点，或比我大，你一定记得有一个节目叫《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天天笑嘎一下晡。好，那里面有好几个主持人，其中有一位就叫司马玉娇。然后我还记得他们 ending 的时候，一定都要来一句，不管比如他说要当好人啊，爱做好囝啊，而且这种劝世的意思啊，就会说，咦。爱勤俭要省钱，要就是不要乱花钱。咦，爱做好，这就是要一个咦，然后还有一个手势。好，然后那时候还很多人会去注意看他的手势，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暗示，因为真弄抢大家乐安内。所以蓝哥还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乐啊乐》，就是在写大家乐的代志。他有时候会写歌跟着时事走，这个有机会呢，我再来介绍这种有趣的歌给大家。那么南哥后来呢，就北上，他因为演了电影的关系，于是他就结束了他的唱片公司，他就北上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准备要录专辑，这个可以提啊，他有一段时间简短的坐牢，那这个过程呢就开始筹备唱片，筹备唱片的时候呢，正好他的狱友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他在这边打官司结果呢，他老婆跑了，跟着律师两个人跑了，家人也不来看他了。然后他很喜欢王中平有一首歌就叫《扛秋帮》，他就跟南哥说，如果你出狱的话，有机会你可不可以唱这一首歌？那时候正好在收歌，然后企划去找南哥，那南哥就跟唱片公司的人说，我的歌以外我一定要收这一首歌《扛秋帮》。为什么呢？因为南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说到做到。我们找他表演的都知道，他不是凶贵，就是免钱，就是安内。那么，于是这首歌居然就变成南哥那一年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出专辑的主打歌就叫扛秋帮。那扛秋帮作词人是武雄，然后作曲人是吴家祥老师，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扛秋帮是南哥写的，并不是其实是吴雄老师和吴家祥老师所写的。好，那讲到这里呢，就让你来回味一下南哥的这一首《空笑梦》。比起其他的王中平也好，或者是江蕙二姐也唱过，阿吉拉也唱过，很多人唱过扛秋帮。但是南哥的这个扛秋帮的版本呢，它的编曲非常非常的电影，然后非常非常的宽阔，它慢慢的把情绪从一点一滴的拉到最高潮，前奏就是，然后慢慢又松下来，给一个极大的空间，让南哥的声音很沧桑的唱进来。然后到了间奏的时候呢，又来一个很电影画面的序曲式的感觉，然后又荡回来，让南哥来唱这首歌。所以，这一首歌其实是个典型台语歌的结构，典型的旋律。但是呢，因为编曲的关系，因为加上了编曲的不同，你就会觉得它就不那么典型，它反而广度很大。就算现在已经将近快30年的时间，你还是会觉得这首歌很新、很好听，没有被时代的氛围淹没。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那一样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其他的收听平台，要拜托你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南哥的《扛秋帮》。南哥唱歌的声音这件事也有个故事。南哥的声音原本不是长这样子，原本声音他的声音是比较细的，那他很喜欢那种黑人唱歌的 feel， 那他就想说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对着那个暗坑就是那个好，你简单想象，我突然不知道暗坑的中文要怎么说。好，反正他就是对着一个深坑，一个器皿，很大的器皿，然后对着里面喊
把自己的声音喊到哑，慢慢的把自己的声音唱成烟酒嗓，变成哑的这样子。他为了想要那种 blues 的声音这样子。好，那我其实有跟南哥讨论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南哥你写歌，你的歌啊都很有感觉，很接地气，那故事性怎么来的？他说他很多歌啊，其实都会去找真正的故事，不要写喝酒的人的故事，他就会去看人家喝酒。好，我一定要替他澄清一下，其实他喝酒酒量很差，他不太会喝酒。很多人都以为他一定很会喝酒，他并没有齁。然后譬如说他曾经去酒店酒家，就是想要看人家酒女上班的故事等等的，所以他很多歌故事都是这样子来的。那南哥自己啊，他自己其实很爱 blues， 然后很爱唱一些那种，虽然他的台语歌的咬合的音韵很台语，但是你可以在里面听到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很美式的那种蓝调音乐的 feel 在里面。然后他唱歌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即兴，非常的随性。他唱歌基本上不是以说傻傻的数拍子这样唱，他会很需要像说话一样，像一句一句的这样子的感觉。那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呢，我的老师他因为各种各样他自己的因素，他突然决定他想要离开这个圈子。当时呢，他其实是南歌手身边的重要大将，那他就跟南哥说他要离开，然后呢，他要找一个接班人，然后那个人是我。在这之前，我都是在录音室见到南哥在录音，然后那其实他有没有听过我弹琴，我不知道，但总之呢，南哥就接受了。于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当时 TVBS 担任南哥所主持的一个节目，叫做《台湾南歌》的乐团领班。首先我的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的老师叫江孝文，后来他改名叫江一凡，他开了一个一凡数位音乐，专门在教电脑编曲。然后他其实帮南哥编了很多的东西，也当南哥专辑的制作人。首先我的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他胆子也很大。第二，南哥胆子更大，他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他都是听我的老师说的。然后我看不见那 TVBS 胆子也很大，南哥说找我，居然他们就找我，然后我胆子也真的很大，我眼睛全盲，然后我就没有当过真正这种有规模的领班，我就去当了台湾南歌这个节目的本地的，而且还要负责编曲，好，弹琴，对。那当时跟我配合的合作的乐手老师，当时已经都是一时之选，一定都是很好的咖了，这样子。那过程里面呢，我常被南哥骂，那时候南哥很凶啊，很凶，他常常骂我。那骂到旁边的人有时候都会觉得需要骂成这样吗？其实后来你就会知道，老一辈的人其实都这样了。他的骂就是他希望你赶快解决问题，然后还有他们其实艺术家，他很焦虑。南哥其实在唱歌的时候非常的艺术家，他今天心情不对或音响不对呢，哪一点声音不对，他就会觉得那里卡卡的。我就服务他几十年了，但是在就是在录节目的那个过程我们培养出很好的默契，所以后来南哥有很多表演必须要伴奏的时候，他就非我不可，因为他不用看我，我也不用看他，反正他看我，我也不知道，我看他也看不到。我们用声音、用呼吸在感觉音乐，所以他也常常跟人家说，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骂阿杰是因为我希望他更好，就算他看不见，要走这条路，我改骂是因为爱伊愈来愈好安尼。伊顶解我给伊访问的时候，伊个问我讲，你今晚还会惊我无？他好烦啊。好，他的金包银
他自己也翻唱，然后他很多歌自己写给别人，他也翻唱，他自己也拿回来唱。但我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一首歌，我刚刚说南哥很 blues 对不对？他其实也可以很摇滚，而且他声音可以唱很高。这一首歌在南哥的作品里面不是拿出来打的一首歌，不过这首歌是我的爱歌，超爱的爱歌。这一首歌叫做钱，就是钱。他现在描述着有一个阿桑，他都在拾荒，然后这位作者呢，他南哥自己经过的时候，他想象着他心里的那些小剧场他的小孩嘞，他怎么样这样，然后就去访问阿桑的心情这样子。在那个台湾经济景气还很好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故事，就是说还有人居然在拾荒，还有人怎么样，就是社会角落的故事。现在社会角落的故事就很多了，那时候社会因为整个经济景气非常的好，所以社会角落有这些故事，更让人会觉得那种落差感很大。继续过来广苗叫做钱，然后告诉各位这个编曲非常无敌这是一个 live full band 的编曲方式。前面呢让乐手很精彩的来一段贝斯和鼓的一些 feel， 然后呢南哥才开始唱进来。这些乐手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无敌厉害的歌，我的爱歌钱，而且有摇滚味又有蓝调味，你可以听到南哥嘶吼的唱。听了这首钱，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震撼？有觉得吗？好，其实呢，南哥现场唱歌也会让你头皮发麻，让你非常非常的震撼。如果你网络上找一下，会有很多南哥现场演唱的音乐你会觉得哇，我的天哪，就是怎么有人唱得这么沧桑？曾经有个笑话，就是我搭计程车然后车上在播南哥的歌，很久以前的，我就问司机说这唱歌足好听的呢，你感觉呢？然后司机就说真正足好听的，不过唱歌这么啊悲伤。那时候南哥正好在唱，计程车正好在播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太阳》然后丫头一个看，丫头来一个看，然后接着又播《生命的太阳》，然后呢，那个司机就悠悠的说：“好听是要就好听，这太可怜了，天顶的太阳都会唱歌没落得来。”是，那南哥有一首歌也是我个人的偏爱，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刚才聊到他曾经写给蔡秋凤唱的歌，就叫做《金包银》。好，那么我觉得我想让你听听南哥自己唱的《金包银》，我觉得味道完全不一样，然后一样，他的编曲呢有一点点传统，但又有一点点电影，因为当时南哥的团队很多都是跟他一起做电影配乐的所以呢，你听起来会跟那种蔡秋凤版本很直接的感觉有点不一样，音乐铺排的没有那么直接，比较戏剧，很多剧情的感觉，但南哥自己唱的倒是非常的直接。我们来听南哥版的《金包银》。曾经南哥唱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在当时的台湾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在1992年以后的台湾，就开始有很多的民主运动、政治活动，然后开始不断的越来越大的规模，然后开始有很多很多的选举，然后很多非国民党籍的人不断的出来。那在包含那时候台北市第一次换成了非国民党籍选上市长，那南哥在这个过程里面写了一首曲子其实这个词呢不是南哥写的叫做《我亲的名叫台湾》。那这首歌当时一直到2000年都造成了很大的轰动，那也就是绿营的场子呢，几乎每一场都要播这首歌，甚至于大街小巷呢的宣传车也都会播这一首歌。另外一首歌就是《伊是咱的宝贝》。
那我自己跟南哥工作那么多年几十年，我算是服侍他几十年的人了啦吼。那我到现在我已经40几岁了，我见到他呢，我也曾经在脸书上写，我已经习惯了见到他会立正站好，我就是有点怕他。好，你知道世界上我真的还唯一就怕他，因为他真的蛮凶的。年轻时候，其实他现在一点都不凶，他现在完全都没有凶的问题，和蔼可亲。每个人对他的说到南哥都说他是很可爱的老人家这样子哦。我说以前南哥有多凶都没有人要相信。南哥呢一年大概只写3首歌，因为他写一首歌很慢，他要一次又一次来来回回写很久，然后会一直在那边咬文嚼字，然后想很久。他写一年，所以他怕他自己没有灵感，他一年大概平均只写3首歌。那这些年南哥比较没有作品了，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南哥过得太快乐了？我以前听这个话的时候会听得有点不服气，可我这1年2年的，我就觉得南哥年轻的时候水里来火里去的，大起大落的，现在让他过快乐一点不好吗？人生不是比较健康吗？对，就算没有写歌有什么关系呢？南哥也比较少出来唱歌，是因为他的耳朵有受伤，他的听力比较差，他会影响他唱歌的情绪跟状态，因为他需要很有把握，他才能唱歌，然后他才会愿意唱歌。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都服侍他的原因。他非常需要安全感，因为他不容许自己唱歌的时候在舞台上有任何不完美的表现。所以因为加上他耳朵听力又比较弱，那所以他就会很小心谨慎的接每一个演出，而且他会问的相当的仔细这样子。那我们这一集单集的最后，我要给大家听的这一首歌是别人的创作，是一首老歌。在《斗赏》这部电影里面呢，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惊为天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做蔡振南。好，不对，我讲错了，我应该是在我考上五专那一年，然后我在参加那个大专联谊活动，在游览车上就听到游览车司机在播一个配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斗赏的配乐，总之中间就有这一首歌，就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惊为天人。后来呢，就斗赏的电影，看了斗赏的电影。好，我刚刚想我要用看这个字嘛，因为你会问我说你又看不到你怎么看？好啦，就是听好不好？然后有人帮我做口述影像，这样好不好？但是因为我们会习惯用大家的用语嘛，就是看这样。我说看，刚才在美人了，就知道他就是叫做蔡振南。然后呢，就知道了他唱的这首歌叫做《流浪之歌》。这首歌呢，其实原本是文夏老师所创作、所演唱的歌。那因为《斗赏》这部电影里面的阿爸，也就是吴念真的爸爸，很爱唱这首歌，所以呢，让南哥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然后用一种很精致的类古典的编曲，交响乐式的编曲。中间呢缓下来，还有口哨的感觉，有一种无敌流浪感，但是又有一种宽阔，然后编曲很优雅，很有气质，搭配上南哥很直接的把这首歌撒出去，这首传统的台语歌瞬间变成了很国际感的台语歌，但你会发现一点都不是台语原来的样子。好，所以呢，在我们这一集单集的最后，我来邀请大家，我们来听这一首蓝狗所演唱的《流浪之歌》，很棒很棒，我自己很爱的一个版本哦。我觉得很难超越南哥，真的。希望我们这一集的单集你会喜欢，欢迎你上我的粉丝页钢琴诗人王俊杰跟我分享，也欢迎你可以把我的节目介绍给不同的人，也欢迎你帮我按评分5颗星，我们下次再见。